嘛是无奈，猪肉的消息，因为国内这猪肉价销真正是有够贵。猪肉批发商呢，真正批发价销是新纪录，出名的餐饮店呢，真正挡袂牢。金丰卤肉饭宣布讲，卤肉饭啦、控肉饭会当起的，可能就爱起，可能会起偌济？起5块。有这个米其林光环的这个小王煮粿，同款嘛要调整价销，大碗卤肉饭起到60块，控肉饭啦、香菇控肉饭起差不多将近10块银，啊一条20块烟钱的年代，即嘛已经无可能啊。还未开始做生意，就要提早把肉油啊灌做烟肠。就算国内猪肉批发价销，早已经来到1公斤超过100。老牌子烟肠担嘛是要家己吸收成本。现在还不知道，如果我们涨一次价的话，都会经过好几年，都有一定的那个价位，当然要调整啊。一条卖35块，35也有啦。真无奈，一条20块烟肠，爱回到30年前才买会到。啊，小个大碗的金丰卤肉饭，价销可能阁起价。我想说5块钱是因为我们往年的之前呐，如果调涨都是涨5块啦。现在应该会吧。业者挡袂牢啊，伫咧店门口打广告提醒人客，20号开始用到猪肉品项，拢可能起价。大碗卤肉饭起到55块，啊，控肉饭是起到75块。有米其林支持的小王煮粿嘛来起价，实际看网络顶的菜单介绍已经做调整，大碗卤肉饭起到60，控肉饭、香菇控肉饭拢贵要10块，清汤鸡仔肉嘛起要5块。即马万项物件拢起价，做生意成本时而变济，头家都还未甲员工加薪水，都已经听到民众嗨嗨叫的声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